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成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晚大好，我是主持人黄平真。咱细汉时阵，老爸老母是大人，甲囡仔讲，你来好好啊做人，无就去用拘留2高工。现主时不比日本统治时，警察做甲淡薄啊是真野气。那么拄着抗争呢，就来忍耐来驱离。咱开枪嘛爱搁调时，亲民爱民不关时，安尼治安法治敢通维持？咱今仔日来讨论警察的执法。那么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退休的刑警高仁和。平平你好，大家好。那麼第二位民團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副教授王碧琪。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民團大學王碧琪。那麼第三位退休交通警察趙明錦。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四位資深的社會記者王兆斌。大家好。那麼首先呢，咱來對這個案件開始講起。這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埔，一對翁仔某半暝呢，伫路邊呢咧起冤家，警員到場來處理。那麼這個查甫人呢，佮反抗，所以呢，就互因兩個暫時帶去到派出所來做保護管束。結果，這個查甫人轉去了後，愈想愈怨氣，煞鬧一群人含家己的囝兒呢去派出所去搶殺。那麼到尾，警方呢先攏甲車牌記落來，甲人啊驅走。那麼隨後呢，再來追查，按照妨害公務等等的罪嫌來送辦。对外面看到一名查甫人围伫咧派出所头前，大声拍声哨一直叫，汽车乌托邦一直吹喇叭，现场混乱。一个人想要撞入去派出所，和警方挡伫咧外口。新北市三重埔派出所初时暗9點半，突然間有要甲20個人包圍派出所伫咧化休，主要是因為迄天透早的一件案件。怎么？我们自己的事情。姓王的查甫人啉酒醉，伫咧路下甲牵手冤家，警方接到报案到现场处理。不过姓王的查甫人抵抗，被带转去警局保护管束到透早。伊转去厝了，愈想愈生气，找一群人来派出所呛声，搁要撞入去。于现场呵斥、驱离相关人员，有效阻止事态扩大，并同时针对聚众行为搜证、掌握相关人员车号。立即成立专案小组，4小时内将知识人员查缉到案。警方执法不容挑衅，支持基层员警执法态度不变。代志发生迄当阵，警方无强制掠人，互人质疑。警方回应讲，是避免激发群众的情绪，互代志愈闹愈大，所以先驱离民众。不过尾要锁定相关人士对峙，已经带回14个人到案，将会依照违反自重妨害秩序，还有妨害公务等罪移送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咱先甲观众朋友讲吼，咱现在要讨论这，那么警察呢，到底伊的角色是应该要真权威，还是要真服务性？在尤其呢，咱改严之后呢，咱的警察大人啊，变作唔是大人。变做呢，爱来替民服务，但是事实上啊，咱来看，你警察局的主要的事件，对2015年咱所收的哈，2015哈，店员啊手机啊叫人偷摕，店员啊甲贼偷呢，双方面的这个亲戚朋友呢，相约去到台北市的辖派出所去谈判，去到警察大人头前谈判，警方掠做是派出所叫人包围啦。警员啊来支援，然后咱来看吼，一个查甫人因为抢无到这个低收入的补助，去社会局抗议，去警察去强制送医啊，结果啦反倒来讲，哦，警察拍我，开车去弄文山一分局，那么足济啦，昨仔迄时哈看到的是讲后公亲变事主的吼，这个查甫人哦，啉烧酒醉，要求警员啊去找机车。结果呢，在台中健康派出所用骹来踢这个办公室的桌椅啊，而且
啊，佮他们遐咧旋流啦，事后吼，啊，佮指控警察哦执法过当，哎，身心受创。我相信吼，基层的环境吼，嘛真怨气，到底要安怎执行？啊，我阁袂当哦，先甲驱离，但是咱看下，我啊，你奈警察啊，遮软正，我先就哦，请这个学长啦吼，任和兄，你来讲，如果若你迄天在现场，恁会安怎处理？我为着这个节目，今日特别讲借这次较早阮做刑事穿的鸡丝头啊来。刑事啊，这个。今日踮咧警察机关是一个公署啊，这个警察公署内面，因为咱穿的衫服吼、衣服内面，就是甲外口的罗马高刷，看互你分袂出来。因为刑事就是袂使互你感觉刑事两字写在头壳顶嘛，你要比罗马较歹嘛，你有迄个霸气，你毋知有这个资格通压遐罗马嘛。你今日发生这个人，带20外个人到派出所内面，踮咧甲你抗议干交，甲你踮咧，互你规个派出所踮咧人用个赶出去。我认为第一个，换阵若是我在现场，因为即阵有一个快打部队啊，即个部队非常的紧，较等的学弟啊可能会分来补充，无线电，咱发落去，喊落去了吼，3、5分钟以内马上人睡觉，叫50个凉洗啊。所以免先换你这束衫啦。这是我外口的巡逻穿的啦。啊，咱若要讲个歹听，今日要来创立个人个歹徒内面，甲你敲你啊，甲咱要你步兵两，你毋知我是警察啦。但是我的包包内面固定内面就是2包槟榔、3包粉、2包撇死牌啊，一支枪安尼啊。因为阮出门就是。无人，你袂使放生，阮是咧食啥物头路嘛，所以阮是较容易无像即穿制服的，才容易受到伤害嘛。但是即件伊是主管所长亲身踮内面，大水冲到灵王庙呢，即都是甲你洗面洗甲真歹看呢。一段期间上3分钟，互你洗大面，甲你冰电脑刀啊，即边是甲你旋咧倒顶去安尼，你。叫这个人马上支援50个要到现场，我相信5分钟以内绝对有法度。你所有人统统围起来，你不管如何，就是当场爱甲架势。所有的架势就是讲，伊甲你干掉，公然侮辱嘛，妨害公务嘛，上少消费法嘛，消费法嘛。消费法上，你莫怀疑钱啊，你会使拘留啊，即马有拘留5天7天的啊。你唔免甲罚钱啊！无像阮以前咧定咧讲拘留2天。那是日本时代，咱咧讲日本时代。啊，咱即马是，伊是拘留，但是会使1箍罚金嘛。啊，你会使莫互罚金，甲拘留嘛。所以我认为咱即摆看到即几件事情哦，你会发觉一个代志，就是讲，咱即马警察一个执法者，踮在咱即个社会当中，较早本来是一个吼亲啊，即个亲啊。吼，这边啊歹的，咱才着爱甲抓转来。你就是保持一个公正。即马这个代志，即几件发生了，我变警察变安怎？变安尼啦。安尼是啥物？这边敢若欺负善良人啊，善良的老百姓，卖菜你甲抓，老师你甲杀，开单你甲开，红单下心嘛开。啊，这边看到落麻，你变安尼啊，关起去去啊。你这个法，你这个警察是安那无这个力量？无这个胆会叫嚣，一个甲你扣起来，是安怎你唔敢安尼做？事后你讲我慢慢甲你修正了，甲你慢慢一个好转来。我相信，一个当下决定这个决策的时阵，就是咱讲的吼，主持的这个现场的人吼，啪输赢啦。校长啊，这敢有这个派出所，或者是讲警界，敢有这个 SOPD 的？一定有的。你看，咱台湾算故意，你若这件案件在美国砰，一定会拍死。我查到3、4个案例拢共款，在美国当场开枪就拍掉啊。安尼就要问老师啊，老师，恁伫警校内面，敢有咧甲讲，这安怎？如果大水来冲了灵王庙，应该是相当性有这个 SOPD 的吧？其实这道的案件，有人咧讲声就讲吼，这道若讲像安尼的状况，有一个 SOP 啦。
就是长官震怒的 SOP 啦，系啊。但是这是咧讲笑啦，但是这实际上长官当然嘛会震怒，但是我对讲的时阵，震怒无法度解决问题。你讲有 SOP 无？因为咱台湾其实你看。自以早到即嘛，其实有几件即个案件啦。变成讲，若讲真正在教，因讲在教的时阵，就是讲当做所谓的案例教育来做处理。你讲SOP， 其实刚刚高大哥有咧讲，其实讲实在上简单的就是，你若讲即马看到这个人，你应该是至少你嘛无线电提起来，快打还是无线电提起来，讲呼叫人来支援。你个看哦。咱2015年拄啊，迄个图表内底在咧讲哦，你看，就是因为叫市去用包围，就会当调来大批远警机关，这是2015年的代志哦。八当进前就知影要安尼做啊哦，啊是安怎到今啊？最近这个代志怎无安尼？变讲其实讲实在啦，若讲这个案件若讲起来，有当时会打击咱基层警察的士气，无毋对，因为你讲变讲哪像民众咧看。其实因为咧做代毋是无，但是看起来奇怪，安那不作为。比如讲你想嘛，即马安尼了乱了，甲放转去了，怎后壁才过来搜证，才过来抓转来。想到无一甲处理起来，这可能是民众上大疑问伫遮。对啊，尤其讲，我嘛认同讲，以早咱咧讲威权威权的时代已经过去啊，但是咱警察嘛毋是纯服务业。所以讲，因即马嘛是唔是服务业啊？不能说是纯服务，这服务我赞成。但像即马，咱这边派出所有当然拢会做 ISO 认证嘛，有吧？之前嘛有咧做过，这我不反对。你讲多元的方式，若讲会当亲民便民，算讲甲这民众，莫讲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姿态，这我拢绝对认同。即马嘛应该是安尼，但是袂当讲即马就像高大哥拄仔咧讲的，这天平那就叫歪去啊啦。我感觉这是真可惜的代志，变讲咱感觉就是警察不作为，防亲门大户，这是阮感觉真迄个代，因为咱的教育内底虽然讲无一定讲有讲到这种这是要安怎绝对要安怎处理，但是你若讲要安尼做，向亲门大户，我感觉这个形象的问题或士气嘛是会去有打击到。民警，那是你，因为你是交通队嘛，吼，交通队嘛有当时会拄到这种代志。有啊，拄到双方哦发生车祸，一个闹5个，一个闹10个，兄弟因朋友来嘛是有。一般像你这处理，第一就是讲你要叫支援，第二你要甲带离开迄个所在。譬如讲，我叫一台巡逻车，甲双方甲载某一个派出所，还是某一个分局内底。去遐做笔录，莫伫现场，莫互遐个人做伙安尼其实是有处理的方式。但是这件代志我感觉讲伊有2个重点嘛。第一就是拄啊，高云和校长讲的讲，这个会互人一个大世间的感觉。违规，家己锁伫车底，无爱落来红线停车，你警察搁要甲破窗甲扭出来，你一个身份证无爱互警察看，你就甲大外哥压制在地上，10外个人、20个人来你派出所的时阵，你甲讲我现场莫处理，我互恁先转去，我连工再过来处理。你想讲交通违规嘛，通进局啊，你嘛通连工甲处理啊。身份证无你看，你嘛敢讲我辨识他的身份，改天再来追究，可不可以嘛是会使？但是你是安怎？你就是找软仔来食嘛。咱就互人印象就是安尼。第二就是你这个快打部队，像咱快打部队无法度发挥呢是，咱警察就有一个本位主义啦，本位主义。安怎本位主义就是讲，第一，我无愿意去。参加人个代志，我要去参加人个代志。你迄个 A 派出所出代志，我 B 派出所、C 派出所拢去甲你帮忙敢若讲我多管闲事，还是讲我影响家己的业务。有这个心态的。你迄个 A 派出所的所长伊嘛无爱清清菜菜就讲我即马我出啥物代志啊？恁周边所有派出所拢来甲我支援，安尼我敢若足无民主的，我代志都处理袂好，所以爱大家斗相共。其实这毋对，你看迄消防队一间咧厨房内底失火，其实无介大火，但是你看来5只、10只的消防车，来现场哪看无代志，慢慢收，再慢慢就搁转去。咱袂使讲你一阵警察来，若无代志，咱大家收起来浪费时间，其实毋是的。照你讲是你若发生一寡小块的代志，咱讲星星之火足以燎原嘛。一开始来5个人的时阵，你就派20个警察来，伊后壁20个人会搁来吗？袂嘛，对无？因为你一开始你就伫有防嘛，所以你像这快打部队，你平常时你用，就是这个时阵用啊。但是就是像我讲的，第一，我无爱插别人的管区的代志；第二，我无爱清清菜菜叫别人来甲我斗相共，我无民主。第三，你看这个警员，你若快打交通队、警备队，大家队拢来，讲无代志解散，转去。你转去，我家己的勤务业务，你搁继续做呢？你这勤务顶权的无公平的现象，你就互大家无愿意做这个代志。所以你有这个制度，但是你捌看过有人用无？真少。足少的，你一用搁去分局长咩？你若讲一届叫30个来，
这件代志解决就无代志。那万不幸你30个来，结果人也无要乱，人就自动解散啦。啊，明仔载分局长跟你讲，啊你无代无志，无代无志，你叫快达来要创啥？浪费精力，咱连检拢无做。伊会甲你骂，所以其实你若头前遮个吼，所以你会想讲，伊所长可能咧想是啊，伊足侪顾虑的嘛，伊都无法度讲，伊按照讲我即摆的需要，我来去做，咱讲官场文化一个嘛，啊，搁你的现实的考量，这就是伊无法度完全照即个快达的机制来去做的问题，就是这遮嘛。赵斌，你做真久的社会记者吼，你甲看咱警员，而且是基层的警察吼，在这10几档以来，心态还是种积极的时阵，敢有变化？有啊，伊变甲愈来愈惊代志啊。变甲愈来愈惊代志。因为伊惊毋是讲惊讲代志处理袂好，伊惊个头家骂。我惊做啥代志？比如讲，即个代志来讲啦，我所长哦，其实因为当时有发资源啊，啊，毋过因为前后发生全无6分钟尔，资源交时阵人走了去啊，走了去时阵，所以讲因捌事后。去调监视录影器，车祸去把人杀转来。啊，毋过迄时已经是这代志发生了4点钟以后才发生的，这个人杀转来嘛。啊，所长算少年家啦。当下伊讲伊安尼决定，其实伊讲伊安尼做搞毋对，你讲要怪伊嘛，袂使安尼讲，因为伊可能认为讲，杜春头拄仔讲的嘛，我若是真正是甲伊扣起来，是毋是会引起更较大？更侪人掠反，伊嘛毋知影。啊。毋过咧，后壁有资源来啊嘛，其实也无啥好惊的啦。若是一般来讲是当场你甲人迄个所谓迄个王的迄主嫌呐，扣起来，剩下个发区里无爱3届全部拢掠上来，掠上来了时身份来做辨别，了再来看啥物要掠起来，还是要绑走拢会使。啊，因为伊即马是伊若做，咱咧讲啊，做啊疼，毋做啊疼啦，惊长官面啊。长官若无面吼，啊伊若做伤恶下去，若是今仔代志顺啊，虎的啊，啊你代志啊你无代无志 call 一个人来 ，call 规条阵来，大家一定甲伊算啊，无代无志，即个代志拢处理袂好势，佫甲人叫来，人会甲伊亏啦。所以这所长其实有呼叫啦，伊有叫资源，这但是较慢啦，毋是伊有随叫，叫时人来时走了去啊啦，因为代志发生前后6分钟尔啦。啊，迄个保大嘛有够嘛，保大啊，佫有派出所的，有诶无诶拢够啊。啊，要人派出所剩8个人尔，8个人对，当时派出所8个人尔啦，因为暗时啊嘛，啊你扣掉半届的嘛，啊有诶比赛，有诶巡逻的，有诶无诶，现场剩8个人啦，因为叫资源是有够，这无问题。无那资源够的时阵，遐20几个走了去啊，种来的时阵看遐人诶啊，他们都走了，走了是影片出来来看，哎哇啊你安尼亲门豆腐，人来甲恁厝弄店嘛，你安尼无准无分，毋得去人甲笑讲啊你安尼落惨嘛，下水嘛。毋代志较俗啊，变甲安尼啦。是，但是呢，安尼来看吼，人少是人少，有当时吼，紧急咧火咧倒的时阵，你 call 人来，无一定会马上到嘛，吼。真差这6分钟，人就散去。但是人少，敢无人少处理的方式吗？一定有诶。我拄毕业民国75年，我伫树林。哇，75年啊！我75年毕业。75年毕业，我伫树林芝山岩派出所，阮还佫一个叫做翠山啊，迄内面2个人个尔，3个人当值，2个人轮流，暗时6点铁门拖落来，这种。派出所啦。啊，你啊，这种的，卖20个人去啦，5个人去就好啦。甲你吵去。喺我咧山顶啊，去，我讲上简单的，你每一个单位拢有啥物？有枪机啊，咱每一间警察局、派出所、分驻所拢有枪机啊。你也抢去用抢去要安怎？你2个人伫派出所啊，你这20个冲在内面，甲你抢，甲你抢现场绑起时，你要安怎？这20个咱即马今日卖讲警察，你今日踮咱讲台北市银行、富邦银行50个你去，来，你要安怎处理？遐行员就讲来，恁出去吗？无可能，无可能嘛！一定是这紧移落去啊！去咯，叫警察来嘛！啊，警察来嘛是讲恁出去吗？无可能嘛！所以你即摆做的代志就是伤假软、伤假软啦。我讲真诶啦，我唔知你的当下判断是安怎，因为今日这个部分，你无够人有无够人的处理方式。你今日无够人，人数啊未够来时，咱派出所拢有啥物呢？有刺眉棍。恁可能听无，有诶足侪人毋知啥物叫刺眉棍、电条啦、藤条啦，迄一人甲毛白人，关键就较早咱
18当人的，18当人咧举迄种有迄个棍啊。你喺当场18个警察拢上少读2档出来训练出来的，你无法度这几个安尼你甲杀出去，用手还是用棍啊？你保护你的枪支啊，你的咱讲的影响到你的财产、性命、安全、自由的时，你会使使用你的齐眉棍。这棍啊是足厉害的啊！迄阿捌电一摆个你就知影，迄比电的较食力啦，迄拍袂死人的啊。但是你所有遮我当日看的，无甲一个举警棍，无甲一个举齐眉棍，无甲一个摕辣椒水，拢无嘛。是干那用的，讲好听是甲恁劝导嘛，讲歹听就是落惨嘛。啊，你即摆要讲事啊，讲我早就甲你搜证，拢甲你，资料甲你念好啊。我听你咧哆来咪啦，一定是你后壁掉落啊，大家看到这个车牌啦。你倒一个当时马上一个去记车哦，免讲袂出免好笑啦，一定是事亡，则一台掉每一个所在拢遐大嘛。啊你即摆咧讲已经发生这个代志，后摆会阁发生袂？我讲会阁发生啦。咱今日要讲这项代志，对这开始讲起，并唔是讲伊是一个个案。咱实在讲，就譬如讲他民警嘛讲这个制度的问题，大概无愿意支援啦，还是讲官场的文化。但是我一开始我就讲警察过去应该是真有威严的、真有权威的法治国家的执法者。乃至到讲这30年来、40年的这个变化，因为改严了，这个角色吼，在警察大学，或者是讲，在这个警察的养成、警官养成过程当中，即摆是安怎去做的？老师，应该是安尼讲吼。拄啊，高大哥咧讲的迄吼，我小可去讲者，就是讲你讲要安怎处理，就是讲像即马人少的做法，这我绝对认同。尤其讲像拄啊有咧讲，你若讲真正安尼来讲，其实。第一就想到，这是每成指挥官这做一个反应，你讲铁门先拖落来，内底外口人甲计好几，这是第一点会当做的代志。啊，过来要做的代志，就是拄仔咧讲的枪械式的迄个枪，迄个门啊锁好，无惊人去抢枪。啊，你讲这30年来，你讲警察算讲我拄仔嘛咧讲，你讲威权时代已经过去啊，当然这是爱算讲较甲民众较靠近一点。啊，所以讲这个养成教育，拄啊主持人咧讲这养成教育，其实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讲，这养成教育嘛是真重要，是讲在亲民之余，怎么样还是要我这事这样前开，嘛是要有一个威严伫咧啦。但是我感觉可能即卖的问题就是讲，过去吼可能即卖这个时代无啥共款啦，因进前吼可能较无经验到这个物件啦，尤其可能这个有的这主管官吼，可能小可较少年啦，一寡经验毋是讲维护基层做起来，可能较有经验，这可能甲经验嘛有受一寡的关系。啊，尤其是讲你看这几年来，你看这个案例教育是毋是有落实在做？你看哦，拄啊咱这个图表内底为2015年就开始啊，就过来行有无？这物件是毋是有落实？变讲你一件一件是毋是有这个我定咧讲案例教育，有当时这个部分，其实你会当互一寡咱基层的嘛好，还是讲警大警专来做参考嘛好，因为这物件足重要的嘛。你讲这个代志，就像高大哥你讲啊，是毋是未来去当着？有可能啊，啊是讲这个代志。当然，警察无做唔到什么代志，但是我的重点是讲，这个代志希望以后嘛莫个发生，啊莫个发生一个上重要的代志，就是咱这个案例教育是毋是有落实个做好势？是，民警，恁做交通警察的时阵，你有感受到？因为我相信你也看国外的这个警察吼，尤其像美国啦、加拿大的警察，你若是在交通违规的时阵，叫你 pull over， 叫你手爱放喺handle道路顶头，咱遮拢无呢。啊，而且吼，因啊搁咧临检的时阵，手啊搁先甲你摸迄个车的后道吼，先甲你摸一个有手指痕伫的，吼，防止你后面的咧讲啥物吼，先甲你摸一个。啊，才去，啊，过来去弄门，因拢啊真奇怪。我毋是讲真奇怪，就是讲，因迄个社会当中对着警察的执法，伊就习惯性会当接受。咱应该是安尼讲吧？这30-40年来变化，到底这恁做你家己做基层环境的时候，恁家己感受咧？哦，我想第一就是讲外国的国情吼，大家国家是无共款，所以你无法度完全讲用倒一个国家的这个做事的方法吼，来用咱台湾遮啊，但是会使参考啦，因为你有这个程度的无共款嘛吼。你像美国以前那遐严，因为因美国是一个大家人拢可能有默契的
武器的国家，所以吼伊会足小心的。吼啊，咱台湾无甲遮严重，吼啊，所以咱的这个层级。警戒层级会降低，但是我感觉讲吼，这不管是危险性，还是讲这个人数的问题，你像拄啊老师甲学长因讲派出所以前吼专门计程车的时阵吼，都是3零波，因的派出所就是铁门溜落来，是安怎？迄小派人伤济啊，一届200-300人，派出所内底5个人、8个人尔，这当中就是锁派出所，所以伊有做些方法，但是做些方法，你进前第一件代志就是来判断讲。这件代志伊的本质是啥物？譬如讲，美国有包围派出所啊，分局的有无？有。最近这几年足济嘛 ，BLM 嘛 ，Black Lives Matter 嘛，就是为着迄个黑人吼，叫警察拍死，一届嘛是各路枪人包警察局，但是这是啥？这是政治事件。政治事件。迄就敢若讲以前有迄个路过中正一分局，嘛是一群人包围中正一分局，但是处理的方式是毋是爱用强硬？袂使。遐用谈判的，遐用温和的，因为迄是政治事件。但是这件代志，也是像这什么话，社会爱惊。你一看就是这是一个刻意来滋扰的，伊是一个犯罪事件。不管是涉违法，还是甚至更较严重的违反公共秩序刑法，伊拢是有涉及违反法律的。所以你的这个措施，你爱更较硬。你一定要想办法甲解决，你袂使讲啊，我互你转去啦，过明仔载再甲你传来。其实这对民众的观感是足歹的，就是讲你处理太喜欢吼，你处理真正的犯罪事件的时阵，你是用软的方式，其实爱颠倒变嘛。你莫拄着讲迄群众伫抗议的时阵，哦，你就用强硬驱离啊。但是你拄着这个真正的社会犯罪事件的时阵，啊，我们劝你明天再来，我就讲这是咱做代志的迄个。本质你颠倒变，所以这个是足重要。所以你第一线这个指挥的人，你爱去判断讲，我即马这个事件是单纯讲大家心内袂爽来抗议，还是讲我就是挑工找一群人要来针对恁警察，我要甲你滋扰，我要甲你扰乱。你没有对这件事情的本质，你无想清楚，伊到底是要创啥时阵，所以你做的判断都唔对。我感觉这件代志是足重要的，所以就是讲你在案例教育内底，唔是讲哦，几个人的时阵咱来派。几个警察，还是讲我爱锁门，不爱锁门，唔是你一开始你就爱甲大家讲，什么性质的事件，你爱安怎处理？啊，你若要用强硬处理，你需要偌济人，你会使叫支援，安尼这个思想才是对的，才是正确的。是，如果要刷来要请教宾果吼，你看过的这个事件不少啦吼，在尤其是群众事件啦吼，像头民警讲，有的是政治事件，有的。介在政治甲社会案件之间呢，吼，这环境的处理啦，有当因做讲，我会记以早这个即卖是台南市警察局局长的方 Sir， 吼，伊就去踮遐头一线，伊啊甲你啊讲啊啥，难道这个警察局的局长，这个派出所的所长，伊无种虽然看起来，这拢是完全是啉烧酒醉的啦。那么，在这个当下的处理当中，敢有亲像民警所讲，这种制度性的啦、官场啦，啊，完全失去了判断了。这物件应该你讲啦，警察对这个物件哦，伊无一个较正确的规定的 SOP， 无是现场的指挥官爱去随时应变，伊这物件是袂无 SOP。敢若讲伊头先讲的嘛，今仔我若政治事件无共款，啊有的是两边咧敲代志的。向变乱去、走进去，啊，有时阵即间要乱的，所以讲现场的指挥官真重要嘛。啊，你所长还是讲副所长，还是巡佐，拢一样款。只要当工你当班的，你上大，你要去现场判断，这人来就啥咯。你要有这个经验嘛啦，这要乱的，乱我先处理嘛。啊，处理了唔听，我先喷那个辣椒水嘛。我袂使，我讲青梅棍冻掉的嘛。我有碎去警棍啊。尽管蛮喊的啊，因为我甲你处理，啊你唔走嘛，啊我袂使我甲你逮捕嘛。即是讲，伊这无一个规定内底 SOP 啦。啊，第二是讲，长官的态度真重要啦。这是人咱讲的嘛。我安尼做成恶霸去，事后搁找什么民意代表啦，有诶搁找媒体啦，讲昨你警察执法过当啦，阮去甲你问代志，你甲拍啊那有诶无？所以讲警察变成一做嘛听。你讲起来内外因素足济。足济啊，所以讲。啊，毋过到尾也嘛是警察家己爱打赛啦。你做得好，无代志；啊，做得歹，像即个代志算，爱着算水，伊也算水小，啊，伊也算死好。因为第一，伊可能经验不足；第二是当下的判断
唔对嘛，所以讲你还是花了人走去，走去时影片流出来，唔得变甲今仔即款场面嘛。你若是当下有按照判断去甲这人现场杀转来，伊变成英雄啊啦！伊甚至讲开枪嘛会使，你对抗民枪啊。所以高雄伊介绍就是安尼啊，我唔走我开枪嘛，对抗民枪，大家咧拍好啊。啊你唔是啊，你放人走，啊人走的时阵看影片，大家也甲你干掉，甲你失落。所以咱看的影片当中迄个情形，实讲会使对抗民情。会使啊，会使啊。恁两位拢同意嘛？会当。我现场我直接拖咧开就好啊，我拖咧对抗好啊。对抗民情会使。对啊，我就拖帮拖落去对抗两枪啊，又离开，又离开，安就好啊。民球你也同意讲会当对抗民情。我感觉对抗民情伊是一个震慑性的效果啦，伊毋是讲真正要伤害人吼。啊，其实你若感觉讲对抗民枪吼危险，其实你足侪方式哦，包括你。吹近地嘛是会使，啊无就是你手头抓物件，我无要甲你拍，但是我抓棍啊，你就惊嘛。我无要甲你讲，但是我一棍抽出来你就惊，就敢若讲我枪抓出来你就惊的意思是共款。啊，因为你已经发现你头前的这个口头劝阻无效嘛，我讲就讲袂听啊。啊，你讲袂听的时阵，你就来强制力，啊，你强制力是用伫倒位，啊袂用嘛无要紧，但是你爱手头有嘛。你袂使空手，搁直讲啊，卖啦，好啦，你先转去，你讲看就是讲讲的嘛，好啦，好啦，先转去啦，转去，嘿，足歹看的啦，足歹看的。有人冲到派出所去拍人的，你讲这警察要来处理也唔处理？被害者在派出所警察边啊，5、6个拖来个拍，警察徛喺边啊看，安尼是对啊唔对？一定唔对的。所以我意思是讲，今日老百姓，我歹听的啦。你是上尾一道，互人老百姓人民的安全的一个防线。你即间咱讲的古早讲的衙门啊、衙门啊、衙门啊，你倒一个好胆，你去内面先，你干那要申冤就先甲你讲卡算啊啦。何况你遮的人啊，烧酒醉有法度行路徛倒来有酒驾无？这有酒驾无？有酒测无？你当下拢无做，唔敢做嘛？古早我拄毕业，捌听到人讲的，加做加错，不做不错。迄阵是就安尼减做减错，对。较早我毕业30-40年前就安尼啊，30-40当前就安尼啊。甲即阵又搁安尼，你所以你有时毋是讲我家己做警察，一直咧批评警察，这是不应该的。但是你是安怎每一个只要吼2巡以上的，大家拢一直想要跳3巡，3巡一粒一直要跳3巡2粒。恁敢心内想要升官的人，有无想到1巡若3粒这的人，因做代志，你的权利，你有受到考虑，就讲伊当下要做，你要甲支持无？恁拢无想，恁这要做官这的人，敢若就受家己。我敢讲这句话，你揣下实的下假的，这无资格做官啦，包包等于。你要相信这个基层人员，或者基层人员力量，或者基层人员实在。发挥伊家己的专长，才有法度保护老百姓啊！即马人是弄甲恁兜来啊，你家己都顾袂牢，要我保护老百姓。事后你再来讲，我惊代志抓大条，有啥通惊的？你啊大条就大条，你惊啥？惊偌大尾？惊你唔做事。所以我认为讲，即摆即个当下第一时间，内面一定有人马上通报咱局长，甚至于甲署长去啊，凡是内政部长拢知影。啊，上甲下一个命令，拢抓起，上甲无人敢。啊，但是现场迄部分有想要抓无？我相信因同拢想要抓。咱即摆讲起来吼，制度、文化、心态、集体的心态，但是咱呢，毋是讲一直要来批评讲啊，这个中华安全，我嘛疑问啊，讲如果马仔的开始要来改，哎，对倒开始改起，老师你感觉？其实吼，我拄啊听大家在讲吼，尤其我认同几件代志，我简单讲者。第一件就是讲，民警在讲的，咱这一寡案件的分类，若讲这是明显的社会犯罪这个案件，一定爱做一个处理。尤其讲我讲的威吓嘛好，你讲这威吓这代志嘛是爱啦，所以讲莫甲吓者嘛迄个。那尤其我感觉听到一个重点，就是讲未来若讲真正佫有类似希望心脉。伫班台是不是有一寡会当做防卫武器？吼，来，变讲卖讲最好是备而不用，
卖用着上好。啊，变讲是毋是咱有啥物筹码？变讲之前咱毋讲过嘛。电击枪嘛是会使，咱卖对空鸣枪，电击枪嘛是会使。电击枪即马足侪所在拢有配发的啊，啊是讲这袂造成因的一寡伤害嘛，袂去伤着人，但是可能有一个好处的效果嘛。啊，尤其是讲，那安尼来讲起来，遮侪案件，为2015年开始，若讲拄来图表，也是讲应该讲这几年来有几件已经发生啊嘛。啊，是毋是未来这个物件，那是毋是爱落实一寡咱变讲，你是毋是伫万代爱有啥物物件？也是讲，咱这个一寡案件的分类，变讲你这是一般变讲是政治事件，还是讲一般就走过路过中正一分局、社会性，还是讲这真正是要来乱的，要来乱的，这是爱做一寡分类，分类了来讲，啊，咱这伫万代应该是有一寡应该爱藏的物件，毋是干那电话，毋是干那迄个尔，你随身的装备尔，然后一寡物件宁可备而不用。那变讲这物件是毋是会当来好好做一个处理？变讲做一个 SOP 嘛好。啊，未来若讲拄着这个时阵的时阵，至少你有一个物件通好用，因为讲实在啦。足侪代志发生了后，拢有做 SOP 啦。那咱卖讲批评好啊，无因为有咧讲，可能这个所长较少年，无经验，因为无应该讲有安尼经验的人，毕竟不多啦。我变安尼讲，无可能讲一天到晚拢拄着这个代志嘛。所以有人伊若讲从前到即嘛无拄着，嘛有可能嘛。是讲这个物件是安怎落实啊？讲这个物件是毋是会当未来有一寡迄个？我给你拍断者，我想来你请教吼。是。那亲像美国因有一个特别的这个翻译吼，有一个名词啦，就是执勤当中的豁免、豁免啦吼，执勤当中的豁免。是。咱国的警察，可能较无咧强调这，甚至在法律顶头也无写这，啊惯例顶头嘛无采取这种物件嘛。是。所以讲进前才会发生一个代志了，那进前的有人咧讲爱大胆用枪嘛，就是这拢是安尼才出来嘛。所以讲，若讲真正这个案件，若讲有安尼来讲，是毋是咱应该卖像拄啊？咱你讲学长嘛好，啊一寡实务的先进咧讲，卖白骹白手啦。你想济，你啥物代志拢免做啊？变讲你即摆来啊，我就想讲，我今日长官骂，卖去叫拄啊嘛咧讲，卖叫快打，啊卖做一寡代志。讲实在，即摆讲实叫了就对啊。你讲这豁免无？豁免，我感觉其实爱互基层，我拄仔咧讲的，爱有一寡筹码会当运用。无你讲实在，你讲人亲门大户，你变讲你无一寡控制的一寡手段嘛。文化制度心态，迄其实要讲较飘飘啦。实际上实务上应该互基层环境有这种支持。实际上的支持，才有通啊做嘛。所以我就讲，比如讲，那法律上敢有通啊修改吗？法律其实讲实在，你讲即马，你讲咱即马，你讲社会秩序维护法，也是讲你讲宪法内底，对于安尼你讲莫讲侮辱公署，也是讲有一寡这指导的事件，讲实在，进前我若记了无毋对，2021年才有修法，但修法来讲，伊的迄个刑度嘛无悬嘛，嘛是1年以下嘛，人袂惊嘛，所以讲希望是莫发生。这个法规我希望备而不用，上好莫发生。但是发生了，其实讲实在，迄刑度嘛无介重啦。啊，是讲这个代志，就是讲啊，是毋是因会惊，这另外一回事。但是不至，你讲真正有这个突发状况发生时，咱有啥物当用？嘿。也许哦，这我来请教一个民警吼。消防员就开始有讲，那火吼内面无即个有人的性命危险，我就无一定爱冲火场，我有一种退避权啦。吼，啊，咱的警察基层的环境，敢有类似这种权益、这种权利？我感觉其实吼，伫法律上吼，伊是无啥物问题啦吼。因其实你所有的法律内底吼，不管你是社会法、是刑事诉讼法、刑法内底，对你执勤的时阵，你的权利吼，啊，包括你有正当防卫无，有紧急避难无，其实这是你法律内底伊另外去检视的代志吼。啊，但是我感觉上重要就是讲，我拄仔讲你即个事件本质你的判断，你即个主管有受过训练无？你有甲讲啥物情况，你爱安怎处理，安怎处理无？伊甲你讲，若有人起来甲你乱，吼，啥物情形，你是啥物层级要安怎处理？啊，你若几个人以上，还是讲伊这是明显来指示的，你就直接叫快打，拢莫讲，我就不管后壁有闹起来无，我反正我就是叫快打。你主管有这个定数无？有这个权利无？第二就是讲你的警员，你有训练无？啊，有出班了，佫唔通。啊，你有训练无？你内底有训练无？你有敢有模拟过讲？好，派出所若万不幸有30个人来包围的时阵，你要安怎处理？
啊，你平常时咧模拟迄个综艺台捕数，迄个无效的啊。哦，两个人伫遐对练，安尼花拳绣腿。你捌演练过讲你派出所来叫人包围无？啊，你附近的3个派出所、5个派出所要安怎来支援咯？虽然讲今仔发生这件代志，啊，你若因为发生这件代志，你下摆3定部分就讲我有一个 SOP， 反正就是讲超过5个人，还是啉烧酒醉的来乱，我试一个按钮，还是我一个通报，我反正附近的派出所都来，我想无10个、20个我都来的时阵，后壁就袂发生这件代志。啊，这指导伊敢会追究讲哦，安尼。对啊，所以我就讲，你即马就是建立讲，反正我甲某一个程度，我反正就来啊，来了啊，无代志就大家回家大家可以解散的，哎，甲拍火共款嘛。我消防车一个来10只，啊，结果敢若一个蜡烛烧起来尔。消灭火器甲喷就好啊，但是你是不是附近的迄个分队拢爱来？因拢爱来呢，连水线拢布好啊，啊等下无代志，才慢慢啊收的，才搁转去。消防是安尼，像警察袂使，我若拄着一件代志，看起来有危险，我毋免伊造成危险。你像拄啊讲来讲，6分钟来已经到，迄毋是6分钟啦，迄是开始乱6分钟，伊遐个人嘛陆续来啊，甲警察完结绝对毋难，哪有可能讲6分钟？但是你一开始你感觉这群人毋对哦，是要来乱的哦，我就。偷偷通报，还是像我讲的嘛，你紧急按钮你就试咧。因拄好20个人全部拢到位啊！哦，你警察50个嘛到啊！你看会要安怎走？你看会要安怎走？你毋是啊！你一开始冤家沟通啊，吵10分钟，伊伫闹人啊！哦，你才赶紧叫快达，人家回了人走，你快达到无效嘛。所以其实你这个定数，你要训练，你要模拟，你要演习，要演练。就是因为这件代志了，那会使做安尼定数出来，其实对下摆警察是有帮助的嘛。其实咱国的这个台湾的警察吼，在外口真有名啦，讲真足亲民的啦。警察局、派出所会当入去讨水啦，或你上便所啦，啊，拢会使，啥物拢好。所以咱泡茶足厉害啊！足够泡茶，来啉者吼，啊，食水果切切的。咱国的这警察拢足亲民的，服务人民啊，真正是人民的保姆啊，吼，人民保姆啦。这种形象，跟乃至到讲我真威严，这两个我的感觉是应该是无冲突吧。顶一任的新北市的警察局局长黄忠仁有讲了吼，对好人爱较好的，对歹人爱变较歹。我讲这句话，互我印象足深的啦。啊，因为安怎讲咧，你若对好人好，大家讲你这警察赞；对歹人愈歹，来讲你保护阮。安怎讲咧？今仔日代志，咱即个两当前嘛吼，香山事件发生到即嘛，咱有2年尔，迄当阵2年真个偌惨的，规个值班台电脑摔破去，掠过晓去，7尾冲入去，甲迄个教官迄巡佐掠2个切拍，掠花，尾啊出来花悄悄的代志嘛，迄样子大家佫会记的嘛。我相信2年前的代志，大家印象佫有记的。啊，3年无即件，是安尼无迄落驾驶，我想无啦。今仔日应该是伊应该做到讲。我对歹人较歹的，你总讲歹过头啦，我台湾人会甲你拍无我啦。啊，你毋是啊，你安对安尼好声好势，啊，你们离开，我讲安尼袂使。所以讲你爱，他们应该要做到说对好人好，对坏人更坏。我感觉安尼较好啦。对好人更好，对歹人更歹。啊，无你今仔日出来，大家是讲啊，你欺善怕恶，开单就偌开的，摊贩就偌开的，啊若看到哇，你穿歹啊！离开，一骨势安增加安尼，啊，看到歹人，好啦，用桥的，变成逐个人过来看讲你，家己看生肖，讲你警察惊歹人尔嘛。你看到好人就歹性情，啊，看到好人，看到歹人，该用桥的，过来大家对你印象就歹啊。在咱这个发生事件当中吼，对这个公仆顶头吼上轻微的叫做公关事件，过来是。小可的纠纷，啊，再来危机，啊，再来主要，吼，应该是会当安尼来分辨嘛，吼。但是，恁咧找社会记者，恁咧找线的时阵，你敢有看过讲安尼？其实是处理甲真完善啊，会当好好来控制。敢有这种例？但是虽然咱报出来拢一寡歹。有啊，嘛是有啊。2-3当前，迄阵天道盟迄个铁马有无？嗨，迄阵带一规定的要去啊。板桥殡仪馆也要参加公祭嘛，嘛是规定的啊。迄阵头家局长就下令啊，只要你身份查有问题，还是要去乱的，全部给赶走。现场就压落啊，现场就驱离啊，然后有一个高囡仔伫遐硬要死啊，当场逮捕啊。边啊新安派出所嘛是有人去乱啊，所长出来就直接下令逮捕啊。
嘛是有啊，就是讲看经验啦，嘛是爱看经验嘛，啊有诶，嘛是有啦吼，嘛是有啦。所以咱还甲警察来拍扑啊啦吼。应该你讲啦，丑化警察不见得会让治安变好啦。可是很多现在台湾人民众也对警察会甲丑化，会甲讲，会甲看水小啦。啊，毋过是安尼安尼，迄有诶代志拢是你警察家己造成诶嘛，毋是有大家要看你水小是你家己造成诶嘛。啊，毋过阮也爱互警察鼓励啦。就是讲，你安尼做的同时，你今日去共开单开大家咧干交你的同时，你也想看卖啊嘛？啊是安那大家会甲你交。虽然讲阮违规啊，阮违法嘛，啊你去共开单共赶走应该。啊今仔是安尼，今仔看歹人咧安尼咧。大家是安尼咧闹嘛？今仔看到这影片，大家会气讲，啊你平时甲我开单开甲遮凶，看到歹人咧安尼放伊安尼过，大家你赌大家气安尼啦。是。哎啊，你好。这几件事件，互我真深的感受，就是讲，咱即摆台湾的警察，甲咱的老百姓是安怎？古早吼，我这个年代，咱的年代吼，咱若囡仔听到警察是惊到要落厝，甲即阵即摆警察听到落毛是惊到要落厝，是安怎？咱会互我感觉这个时空的背景完全无共。然后你感觉这是？因为勤务的这个内容变化所致，还是警察教育和人民，还是讲整个社会变迁的结果？我讲一个是我家己现任心内，我家己心内中的话啦。啊，自我毕业的时阵，我民国75年学校毕业了后，我是有一个学长的一个伦理。啊，我有缀师傅的啊。我毕业缀什么人教的、学的，拢有一个。先生在甲咱带，所以阮的论班制是24小时在论的，24小时无停的。今日可能甲平日咧上班，明仔载甲老师上班，后日甲民警上班，过来甲咱兄弟上班，轮流大家拢有接触的。即阵毋是哦，即阵伊是分2班，早起班、暗时班，早起班咧暗时班。有的凡说伫办公室无讲话，无较早阮迄个兄弟感情。阮较早有兄弟感情，你一个人伫外口，我讲一个活生生的案例，我伫内湖分局，当时我伫中山分局的是，阮内湖，阮的2个兄弟来一间地刀啊地室，地刀啊掠一个通缉犯，迄2个兄弟去用拍甲规身躯重伤，送病院。无第二句话，阮主管号召20个人。拢炸军啊！是礼拜，阮手军啊，拢绑去手的，各用迄个塑胶布绑掉的，惊伊落去啊！入去地面就没啦，地面就没啦。迄就是有一个咱讲的讲语普通话叫做同胞爱。咱看到咱的家己的兄弟受到伤害，咱无去甲伊拼命要来使，所以你这个派出所。你出去，这是要出去啥物啦？我看无啦。当时主持现场这个所长，啥物叫你出去啦？这是啥物意思？我看无啦。是安那袂讲，起来，主谋先扣起来，扣起来再我讲，强制甲扣起来，出来赶出去，铁门破了无要紧。你是安那袂做？该做的，我讲真个啦，你也惊你换准你路共扣起来转来，当然你警察有一寡。问题伫嘛，但是今日家己自投罗网你啦，今日咧亲门大户，今摆你看你初一讲要甲你引导啊，我看甲你啥物？嘿，我先甲你信喙尾啊，你搁甲会客气，所以我认为讲今摆这警察是惊死，唔敢做。所以你头仔讲到一个观点，就是讲，其实即摆轮班制嘛，隶属着同胞之间、同才之间。彼此的这个恶缘啊，互相的帮衬，迄情分较无法强烈。无迄个同胞爱，同胞，咱较早吼做兵吼，同班的有无吼？有时退伍，咱阁会联络3、5好友，阁有家己食饭，食海产。即摆无，下班领导的代志，现在派出所无咧泡茶啊，无人熟悉。派出所无咧泡茶，看见叫水那个饮料，叫手摇饮啊。所以这是足悲哀的。你家己这个时代无共款啊。你家己这个单位无一个感情啦。敢若讲好佳仔，反正是8个派出所，另外其他讲好佳仔我无伫的，好佳仔我就上早班的。反正还有人借着心态，足侪这种人想要抽后卡的，
这就是警察的无团结。咁我兄弟的感觉伫的啦，因为有当时会泡茶嘛，咱是足希望讲吼，第一个就是讲希望讲，你的这个警察要有一个明确的、足明确的一个角度，就是讲，今日违规违法，你要分得清楚。违规你会使可大可小，违法就是要送法院的嘛。你既然知爱送法院的，现行犯呢，这是现行犯呢。啊，你今仔你警察你放伊走，检察官有要甲你起诉无？后壁唔知的呢。啊，你有算现行犯无？有啦，尾啊，迄个枉然又被拘提。无啦，我讲现场的时阵，你无甲扣起来是有算现行犯。尾啊收啊，后来收押。我要请教民警吼，他拄啊任何讲的讲，其实即摆即轮班制度嘛，秩序着大家彼此之间的即个资源有较严格。我感觉是讲你旧的即个模式改变了后吼，你警察的训练无够啦。我感觉讲你若讲你一级的模式改变，但是你改变的同时，你当即个时间内底，你就是讲我爱想另外一套方法嘛。比如讲，就像我讲的啊，你爱演练嘛，我安怎想要支援啥物支援啥，咱有固定迄个敢若讲，咱伫迄个啥公司内底上班有职务代理人嘛，好像发生代志我甲帮忙嘛，隔壁迄个无来，我甲接伊的业务。其实各派出所之间，也是讲一个分局内底发生啥物代志。某几个单位爱去支援，照理讲应该是拢有啦。对，你还建立安尼即个制度啊！啊，你另外就是你拄我讲的嘛，讲啊，大家人拢伫第一线，拢用经验来判断啊。但是你经验判断，你考试有甲考刑法第几条讲安怎背后安怎写，但是你无甲讲，我拄我讲的嘛，即阵人的本质是啥物？伊是要来犯罪。吼，也是要来抗议的，也是要来做政，也是要做政治诉求的。你无法度判断嘛？你平常时嘛无甲这警员是讲甲这，甚至讲这主管讲哦，你什么情况之下，你爱做到什么程度？你平常时教育嘛，毋是教育这啊，无考试无考这啊。啊，但是其实这是上重要的。啊，你袂使讲，我逐个人拢互你累积经验，累积30年了吼，哦，你就要判断啊，你无法度嘛。你其实教育就是代替讲我这个经验的。无不足的时阵，咱就是爱做教育，爱做训练，所以，或者主管啊，第一线的警员吼，去学安怎判断，啊，你互伊一个标准伫哩，就像我讲的，你大概拢叫快打来啦，无要紧啊，你啊符合这个标准，你大概叫来，无代志，大家转去就转去，你嘛莫甲骂，莫甲指责嘛，伊本来就是照这个规矩来嘛，所以你若做了比应当爱做的较济时，就袂出代志嘛。咱看到吼，即上尾台湾甲国外的即个警察的。台湾警察头仔讲啊吼，民众若无配合纠察，哦，常常警察来争执，哦，这民警恁常拄着。啊，国外旅客对着台湾警察印象哦，足亲民、足温和的啦吼。基层环境吼欠缺对着精神异常嫌犯应对之训练，啊嘛对酒控吼有当时嘛无法度啦吼。这几年定了台警察啊因公受伤的这个情形啦吼。但是美国的警察吼，定定即块过当的正义，咱毋是讲吼美国啦，样样拢好啦吼。啊，那加拿大吼，那你看，最近还佫发生即个讲，伊甲绑3,000，啊了后佫甲补6,000，啊绑3,000吼，你应当，但是即绑6,000，我甲你2级的2级的这个谋杀啊吼。我最后要请这王老师来讲吼，咱比较来世界各国的这国情啊，咱。警察，你认为教育会听教育这个方面，咱有通马上来做什么变革？其实上重要就是讲，因为讲实在啦，吼，咱即马一寡物件，尤其像外国遮，比如讲美国啊、加拿大遮物件，好诶，我感觉实在是会使甲学起来。尤其讲你讲做一寡代志，比如讲你即马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咱即马是毋是一寡代志？比如讲进前讲的大胆用枪嘛好，啊即马在做的代志，讲若就讲真正拄着遮或者比较是滋扰的事件，是毋是该印起来，就爱印起来？我感觉这是上重要，尤其爱。一个物件，我感觉咱上重要教育就是咱这些制服签落，咱是一个执法者，执法者本来就应该有一些他应该有要做的一些的权利，是他可以做的权利。那如果说我们今天依法行政，咱心中有一个笑伫遐，你讲这个代志。拄啊嘛，大家来宾在讲的，你若讲真正在做这个代志的时候，你若讲做了好，人无绝对袂甲你讲哦，你这个代志做了安怎，甚至上甲你拍扑啊。所以讲实在，咱的这个教育，尤其讲
另外一个代志就是讲，咱会当甲民众讲，其实警察本来对警察的认知来讲，其实伊是一个执法者，伊毋是一个服务业。我感觉这是根本上的改变。这位啊！我讲我每当我即摆看足济吼，足可惜的就是讲，即摆甲警察当作服务业啦。像之前佫有一个案件讲啊，说什么叫伊开车去载伊去倒位，或无考场的代志。我讲这袂使安尼啦。民众行入来无起立，佫袂使，坐着一班坐着袂使，佫徛起来。SOP 有建立啦，嘿，爱徛起来，袂使安尼啦，放奉茶，袂使安尼啦。我感觉这是会当做，但是迄毋是应该做。所以这嘛是真趣味啊！入来就爱睡徛起来。过头啊，拼那个 ISO 啦。ISO 都在讲 ISO。比 ISO 啊 ，ISO 如果没过，他们会被检讨啊。是啊。人讲要求服务态度，我们不是服务业，不需要服务态度。因为就讲你拼 ISO 啊，不是讲讲无需要服务态度啦，是讲唔通过头。卖过头，卖过头。做到欧巴去啊 ，over， over，做到欧巴去，你拼 ISO 啊。是给伢皇帝。啊，无会